姐讲的话，我早就已经有听到。我早就怀疑你是杨家将，果然你是杨家将杨树龙杨延辉。顶回伫咧九龙谷放走游行少人，分明是你。可恨阿姊，你今日搁伫咧替白冤，竟然敢欺骗母后！小妹，你搁再讲啊？杨家将是咱我国敌人，我要来去逼命母后，将游延辉处死。小妹，木手，像是木手啊！我是八郎杨延贵。你也是杨家将？无毋对。你竟然来骗婚的！骗婚？哼！当初招亲的代志，嘛毋是阮两兄弟先提起的哦，哪会讲阮是骗婚啊？我甲阮四哥，一来是为保性命，二来是惊去侮辱到阮杨家将的威名，所以才改名换姓啊。小妹。大军屡次战败，已经是毋是宋军的对手。大宋精兵30万，天作贪功出城难，梦想侵渡宋国土，处处败亡
你若是倒转去三关探问母亲，若当着办理的时阵，请你家己讲，就讲因贵早就不在这个人世咯。哈？是个，家在我甲伊办理，只是订婚，也未完婚。唉，以目前的情形来讲，千万袂用因为着我来耽误伊的终身大事啊！哦，假使你若是甲伊讲，求伊会当另配名门，早日出国，咱安尼做，那嘛是为着伊好的啊！我知影，时间也已经无早，我应该爱赶路。公主，好，我即时就来去偷摕母后的金佩铃。两国的天文阵，奇怪，我哪会什么拢无看哈？哎呀，九妹啊，你对我唔捌，免讲你看去，毋过一片的白雾啊。阿娘，你既然会晓奇门遁甲，又搁精通阵法，是安怎？你敢若教阮六个，你足偏心的呢？九妹，要学这个阵法，并毋是一件真容易的代志啊。有影跟随阿娘学这个遮侪年，无着无多通啊破阵，嘛得爱搁请这个老娘亲来帮忙。焦离呀，不是，你看到什么破绽是？是，你看，中台玉皇殿前有缺少了天顶49站，也有这个清凉殿上，也无黄河九曲水，白虎殿上也无虎眼金炉，也若是天文殿上，是并无真主日月造色旗一面啊！对，这是我唔对，哈哈。焦离呀，哈，你是毋是对破阵已经有把握？无错，母亲，你看出这个天文阵，伊的缺陷，害你就有胜算的把握无？剑河不停的林秀才，万里苗家无差错，一击破阵是艰苦，苗家就像无差错，并在将来的不在多，初见金会小店做。已经变了糟太多，办事府的调旗手讲，夫君为民的真事风，为国争着是本分，不该给了伊公分，为妻并夫伊是贪功。切以呼应的本应当，中秀空贵也不安，前方关桥送玉霜。是安怎？敢讲我讲了较过分是？无啊，你讲的一点仔都无过分。拜见大哥、大嫂。发生什么代志？禀大哥，明娘招战掠到一名番邦奸细。哈，这曲相当。哎呦，番邦的奸细带进来。又加将人间归。
中家长，用恁退后，这边，你继续要做落去。我无能讲管叶片，我表太君谢夫人，有良国中情袂面。不敢相认啊，同胞哩。本来是四哥无死，四哥。四哥，六弟，四哥，想要到你赶倒转来，已经来不及。安怎？已经离见啊！六弟，我只倒转来一下，明仔载就爱倒转去。一摆倒转来，是全工来探望母亲的。吃袂少的苦，紧甲安尼啊讲。害你悲情是生命干。
燕贵，伊敢是甲你斗阵？燕贵已经甲铁镜成婚了。四哥，爸爸，四哥，四哥，燕贵甲你斗阵失落番邦，伊即摆是怎样啊？四哥，你去甲我讲啊！燕贵已经死啊！你临终的进程有甲无险交代，劝你趁早就爱出家，才袂耽误着你的终身。四哥，外面有人要见你。金宝，苏龙，苏龙，你终于回来，你总算回来啊！爸，对不起你，我袂怪你。只要你若用回来就好，你若回来就好。也不过我，已经死去啊！我会回去老家。苏龙，你是安怎要走呢？你袂使走，你袂使走，宝宝，宝宝，苏龙要走。你原谅我已经入罪，辽江招伊牛马。假使我明仔载若是无倒转去，庆和公主一定会被处死。